昨天我们在群里都吵成那样，你一句话都不说，假装不关心是吧？那你还让姑父去查，可惜什么都没查到。就算什么都没查到，我们是不是也能给曼曼姐提个醒啊？你是不是怕她不高兴？我就敢说仗义直言嘛，我还会推理呢。你记不记得那天辛基南跟那个女的说该去上班了，说明什么呀？他上的是夜班，辛基南肯定是个夜店咖。真的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就去他家附近的酒吧蹲点抓线。要是抓不着，我把头都割下来给你泡酒。行了你，别糟蹋酒了。Matthew 周末在家开 party， 说邀请你了，你不去啊？我是没心情。我谈恋爱是认真的，不是闹着玩的。就算不结婚，来场恋爱你损失什么呀？时间、精力、感情，这些损失还不够吗？哎呦，你都素得跟瘦身沙拉一样，你还在意这些呢？再说了，你这些感情不用掉，你能怎么样？存银行啊，有利息啊。不出来了吧？所以我跟你说啊，你也不用投入感情，你们俩呢各取所需，多和谐呀。又是投其所好，又是各取所需，我犯得着为了他放弃我自己那么多原则吗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们都把我给绕进去了。谁说 Matthew 是航空母舰的？首先第一点，这个条件它就不成立。你知道吗？他现在对古尼特别冷淡。这能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上位了，古尼翻篇了，迎接你的篇章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这么快就让一个人翻篇了，我高兴得起来吗？这么说，他不是停满船的航空母舰，他是进一艘出一艘的进出港。谁还没点过去呀？再说了，你也有责任。谁让你玩什么暗恋的，非要在你的心里绕这个山路18弯呢？你就别怪别人迟到的先达线。晚上有时间吗？老地方1号，聊聊。现在有什么呀？哟，陆医生这个月的业绩不错呀，要请客呀，陆医生。改天吧，我今儿有点事儿，改天请大家一块儿吃饭。好呀，那谢谢陆医生啦。哎呀，敲什么竹杠？那是人家陆医生的老婆本儿，你好意思敲竹杠吗？那他不请你请啊，修医生，反正你赚那么多。哎，疯了吧？铁公鸡的毛都敢拔？说谁铁公鸡呢？哎，老陆，来，进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哦。修医生，这个休息的时候别跟小护士那个了，聊工作呢啊。哎呀，哎，还没女朋友呢吧？啊，哎，你跟那个小邢分手分干净了没有？您问这干嘛呀？这岁数不小，
你爸你妈肯定也担心你早点成家的事儿啊。还行吧。别不好意思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很正常。我给你做个媒怎么样啊？主任，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这事儿我真的不合适。这有什么不合适啊？不是你得着急，我都为你着急啊。我那有一朋友，人家家里条件是相当的好，他那有一个女儿，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岁数想想啊，子鼠丑牛寅虎，应该比你小，要不然就跟你同岁。这个我再核实一下，但肯定他岁数不会比你大，这你放心啊。主任，我这个朋友呢，他希望呢，就帮他女儿找一个脾气好、性格好、人品好、稳重老实，那这学历呀、职业都很不错的女婿。那天呢，我跟他正好一块儿吃饭，人家就托我介绍介绍。我这一下我就想到了你了，我就把你请到人家说了，人家特别的满意。您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这事儿我真的只能辜负您的好意，我不合适。你这心里是还放不下小贤吗？啊，我可听说了啊，我听说是你拒绝了人。这事儿啊，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您先帮我回来吧。从昨晚到现在，你一直没有在群里发言。三连和小美都是女生，我需要一个更男性、更理性的视角。我怎么看什么？丁远阳是不是宁滥勿缺？哎，我打个比方，如果他很花心，他会不会在追求新鲜感这种不犯法的毒品？这是你们男人的天性。你们男人这种以偏概全的说法非常没水平。我发现你现在对我越来越没有耐心了。以前对我不是这样的，我在跟你说这种事情的时候，你都是很乐意倾听的。以前你就琢磨他、揣测他，我以为这么多年你进步了，但是你现在自己看看，他回来之后，你生活里还有别的吗？有啊，我这不是在跟你吃饭吗？虽然找你吃饭，也是在聊跟他的事情。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？当然了，我想让你放弃他。你说让我放弃他？对，理由呢？直觉。你的直觉都是反的，你还直觉安卓不错呢。我求求你，别再跟我说他配不上我，你也配不上我，全世界都配不上我。于是我就只配单着。放弃？你说得倒容易。哦，有更好的在等着我。更好的在哪儿？在我80岁生日会上等着我。你也别给我发好人卡，我不需要。我需要的就是谈恋爱、结婚、生子这样的大俗套流程。还有私心，我有我的私心。我非常害怕失去你，害怕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更害怕你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没能及时阻止。我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朋友，我也有我自己见不得光的私心。我也会被个人的好恶左右，也会被情绪影响到判断，影响到直觉。对不起啊，我刚刚太急躁了。我知道
最后做决定的还是我自己。但是小美和 Sunny 就像我心底里两个声音，一个说只要他肯回应你就够了，一辈子太长，一场探花也不错。哎，不要太纠结，又专一又长情的爱情那是童话。而另一个又说真的爱就是唯一，就是要排他，要就要100%的无杂质，不能委曲求全，否则宁可放弃。你不可能愿意做谁的1/10，哪怕是丁宇阳也不行。换作是10年前、5年前，哪怕是2年前，我都还可以坚持着这份骄傲。2年后、5年后，哪怕是10年后，你也还是你。这不是骄傲，这是原则。我明白，可我害怕我会后悔。这么跟你说吧，如果只有2个选择。说 A， 做你喜欢的人的1/10 B， 做喜欢你的人的唯一，你选哪个？我选 C， 作为喜欢的人的唯一。喂，啊，我也还没吃呢。你在公司吗？我去接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那去吃日本料理？好，我把地址发给你，一会儿见。我也害怕受伤，但是我更害怕没有尝试就放弃，因为我已经不再是6年前的我了，起码我现在敢勇敢的面对它。那我先走了，晚上有情况我给你汇报。行吗？先生您好，您点的榴莲酥。你见过榴莲变成别的水果吗？啊？没什么，帮我打包吧。哦，好的，请您稍等。看起来有点累了。没有啊，尽职调查阶段的乙方能和甲方 boss 出来吃饭，高兴还来不及呢。我听Sunny汇报过了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他应该跟我说什么？当然是说我们公司的好话啦。你放心，工作上面的事情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私人感情。私人感情会影响公事吗？甜言蜜语是春药还是毒药？我仔细回想了一下，6年前你不是我小组的。艾若曼，你能不能别这么矫情？他一直在向你示好，你应该有所回应。过2天母校校庆了，你收到邀请函了吗？没有，学校每年毕业那么多学生，被邀请的当然是那些最优秀的校友了，比如说曾经叱咤风云的学生会主席。那我现在邀请你，可以吗？原来心里充满疑虑的人，无法感动，也甜蜜无能。没事吧？没事。
到了，就是这儿。吃啊，动筷子。丁宇阳，嗯，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影响你的胃口。这么严重啊？那你等我说完再说。我等不及了。说吧。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跟你坦白，就是你之前为什么进 BNG 工作，还是你的高中是在一中念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三，你说的。作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前学生会主席，想打听这点事儿还挺简单的。什么学校大规模停电，太扯了。小爱同学，啊，我觉得你需要跟我道歉。我道歉？明明就是你不记得我了。是你太隐形了。也对，就是我太隐形了。我觉得应该再明显一点，不管是我的企图心，还是我的身材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不挑，特别没有原则，一鸡两吃，一人两用？也别说的那么难听嘛。你是不是认为我连自己想要什么都不知道，还游戏人间？我没有那样想过。那就好。吃吧。这面挺香的，对面的脸怎么那么臭？我哪有？快吃面吧，面都凉了。我之前啊有一家特别喜欢的面馆，但我回国之后倒闭了。这个地方还挺好的，开到几点？开到凌晨1、2点，而且店的老板和店员就住在后面。你还真是个夜猫子，是不是常常加班到半夜来这里吃东西啊？像我们这种铁血员工哪里找？就像牛一样，吃的是草，挤的是奶。我吃饱了，你带我来的地方非常不错。喂，喂，哎，小飞，你上次让我查的那个人是谁呀？啊，哎呀，难得你求爹办件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印象里还真没有这个人。这事儿您别跟我妈说啊。我怎么会跟她说呢？你妈妈现在呀，天天打电话烦我，朝我要钱，说你在北京啊，
要买房子。你知道爹平时是不攒钱的，我没有钱。不要你的钱。算你小子有良心，你应该跟你妈妈讲清楚，别让她打电话烦我。知道了。哎，我听说你跟你女朋友分手了。哎呀，都是让你妈妈给搅和的。我现在让你追求你那个女同学。这事儿您就别操心了。儿子要听爸爸的，那些个女强人千万别碰她们。什么女博士、女硕士、女教授、女经理，都不是些什么正常人，能躲多远躲多远。找一个年轻漂亮的、好生养的，什么都听你的，比你强的女人呢，容易看不起你，容易踩在你的头上。男人能那么活吗？一辈子让一个女人踩着？您就是对优秀的女生有偏见，这事儿我也不跟你争论了啊，先挂了。当你是个婴儿时，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懂得你每一声啼哭的人。可是当你长大了，他们却变成你最难沟通的人。应该下车了，可是不想走。现在邀请他上去的话，太晚了，也太早了。谢谢你送我回来，那我先走了。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晚安。小安，你喜欢打网球吗？喜欢。哎呦，好了啦，这么调皮，知道你在看我了，还开大灯送我，路灯就挺亮的了。现在这样，只能强行变成我站在原地目送他离开了。您都不早到了吗？大晚上的我也不想摁喇叭，怕扰民投诉。我拿车灯一直晃你，您倒好，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慢。你要腿脚不好，就靠边走行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叔，您稍等。你昨晚又失眠了吧？我看见你房间里灯很晚都还亮着。我又想到一种更可怕的可能，那个女的，就上次心机男神通话那女的，你说国外有时差，她会不会在美国已经结婚了呀？这样对方的父母，也就他岳父岳母找他就合情合理了。不行，我实在憋不住。丁宇阳大学的时候就有女朋友，你慢慢姐放弃了吗？但这次有可能是有老婆呀，这还不放弃？心这么大吗？啊，我们在这个圈子也不认识人，就认识桑妮姐一个，还整天给她灌迷魂汤。车到了，赶紧上班去吧，别乱说话啊。哥，你看住曼曼姐，千万别让她做了别人的跨国小三。喂，见吗？江湖告急！
你怎么能往下边放呢？你这2天都练什么了呀？我就上了1次课，还是奔着发泄去的。这也太难打了，我也打不过我，还要约我打球，我不得丢人死了。昨天你跟丁宇阳还没跟你汇报呢，疙瘩解开了，它不是一艘航空母舰，我也不是一张旧船票就能登上的破船。哎，不过你放心啊，这跟6年前保证不一样。这次我不是单恋，他如果没有喜欢我，没有对我动心，我把头割下来送给你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他有女朋友，我也不在乎。你不在乎，你还真是进步。只要他没有结婚，他就一定会选择我。我相信他在选择我之前会做好一切准备，任何事情都阻挡不了我们在一起的决心。哟，成功！这恋爱中的女人啊，智商都是负数的。我说的就是娜娜姐，幸好她身边有聪明的人，比如你，比如我。明天啊，我们直接就到航空母舰楼下候着，让你跟他来个男人和男人之间的对话。见着他什么都别说，直接一拳捶到他脸上，再踢到他不给。小子，都是站着撒尿的，你别在这跟我装，最好离他远一点，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。然后啊，他在这一点一点的站起来，然后擦了擦嘴角的血，对你露出邪魅的一笑，然后反手一击，给你来一个直击灵魂的拷问，管你劈啥。他干嘛这么急着约我打球？我还没学会呢。一会儿他来了，你要帮我，千万不要让我出糗，知道吗？你就不能动作朴实一点吗？重要的是把球打过来。闭嘴，美才是最重要的。带你朋友来了？哦，是你啊？你一个人来的？对啊，我回国之后还没找到固定球友呢。那正好，你们俩打吧。来吧，小爱同学，别手下留情啊！啊！不行。不好意思啊。你球技很好啊。
别打了，再打对你好感都没了。完全同意，坏人。我给你打一盘吧。好，太好了。交给你了，好好打。我去给你们买瓶水吧。这家伙的网球打得这么好，早知道我请什么教练了。注意你的立场。我来给你们当球童吧。差不多行了啊，能当有。你打得很棒啊，以后有空约着打球。我还在进阶阶段，需要高手带着。谈不上高手，随便玩玩。你就别事后低调了。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呢？路飞，我叫丁宇阳。留个手机号吧，方便吗？好啊，大家都是朋友嘛。晚上我约了客户，就不陪你们一起吃饭了。没关系啊，你去忙你的。以后有空经常一起玩。行啊，以后单约。拜拜。你怎么不吃啊？都凉了。我在分析你今天的反常行为。我怎么反常了？打成这样是我正常水平。哼，还没出息呢是吧？平时我觉得我的胜负心够重了，今天你比我还重。本来他就打不过我，谁规定我一定要输给他呀？还故意输给他。就你今天的表现，有两种解释：一，你不喜欢丁宇阳。可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俩八字刚起笔，你这个下马威过得有点早吧？人家又没有招惹你。你怎么知道他没找我呀？你吃面吧，你不饿吗？二，吃面。喂，小哥，怎么了，嫂子？修哥没事吧？还在检查，我都跟他说过好多次了。你说都40多岁的人了，不要再喝那么多酒了，不要再熬夜加班。以前都犯过一次心脏病了。我去帮您打水吧，您歇会儿，陪陪他。谢谢。会没事的啊。你以后不准喝酒了。我没事儿。你再跟我说一遍，我一销售都不混酒局，你医生说得过去吗？好了，知道。知道什么？你再跟我重复一遍。HC330要双黑色 ，OK。332要蓝色和黑色拼接。好，就这两双。那我去拿来。刷卡。不包养我就算了，还要在我面前炫富。
我用员工折扣买2双鞋，你就在我面前哭穷。我不是哭穷，我是真的很穷。我哥也一样啊，为了赚点钱吧，还要兼职。他已经连续2天都没回家了，连觉都睡在诊所了。最可怕的是，都这么拼了，还要被亲妈嫌弃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姑妈那个人骂人，我的天呐，真的太难听了。就因为有你这个富婆比着。你说什么？你哥在诊所睡了2天没回家，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？阿姨呀，您对路飞要求太高了，我真的觉得他已经很好了。我还没来得及跟您说呢，前段时间我房贷还不上了，还是路飞借的我。那他是应该的，真的跟你比呀，他差远了。别总看着我的工作成绩，你要知道我还有很多缺点呢。我可不像我们家路飞啊，脾气又好，人品又好，而且啊还有那么多好朋友。我呢就没几个朋友，家务活更是一窍都不通。哎呀，现在年轻人有几个会做饭的呀？你说呀，你不是老古板，就是那种女孩子啊，围着锅台转，那都是老古董了啊。没事，这都不是缺点，不是。阿姨，您对女生的要求这么进步吗？你就不能对路飞宽容一点啊？所谓男人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一家之主，要不然就是没出息。那跟要求一个女人一定要在家生孩子、带孩子、围着锅台转一样可笑吗？谁擅长什么就去做什么嘛，何必要求一个男人一定要怎样，女人一定要怎样？路飞是我见过这么多年最有担当、最有责任的人，我现在都觉得他的责任啊，就快成了他的负担了。阿姨，您能不能不要总在他面前提我？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都不好意思见他了。不想盲从约定俗成的条框，少些抱怨性别不公，开始懂得男女有别，各有不易。好，那下次有什么事您再给我打电话。挂了。您好，请问您几点的预约？我是来找陆。现在都9点了，预约？这些全都是病人吗？都是急诊吗？你们医院是24小时牙科吗？医生都不用休息的吗？您是谁啊？修哥这2天住院了，病人实在太多，就安排我晚上多做一点。修哥住院了，就把病人全都过给你。你倒是挺好说话哎，你真把自己当成工作狂了？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你都多久没有给我和小美好好做顿饭了？不是也经常做同事的活吗？有那个争辩的功夫，工作都做完了。别动，放松。你居然没跟我辩论，我还有点不适应。你有理，你正能量，你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我能拿你怎么办？你轻点儿，你手劲儿那么大，发球还不过网？行了，放松，别跟冷柜里的鸡似的。好点没有？哦，好多了，好多了，谢谢了。我按的不好吗？一定是我的肩膀长得不好。废话，就没有我艾若曼想做不成的事。真不用了，真不用了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行。每次在我遇到困难，想要寻求帮助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想到的人就是你。我希望在这儿也有同样的地位。可是我没遇到什么麻烦。我就是给你打个预防针。我这人就是特别小心眼儿，专门计较公平不公平，所以我怎么麻烦你的，你就得给我怎么麻烦回来。
好，那我以后尽力给你添麻烦。陆医生，你的病人到了。你忙你的，我在这儿，但是我绝对不打扰你。进来吧。怎么样？哪儿不舒服？牙疼，左边应该长智齿了。长智齿了？嗯，疼了几天了1周了。消肿了吗？没有。小女人看着崇拜的男人，是不是就是这种感觉？杨氏好像也挺幸福的。那是他们没有体会过平时的幸福。真快啊，毕业都快10年了。这是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过的场景。想着呢。没什么。你还真给我报班了，好几万吧？有这钱你直接给我多好，看剧自学。哎，我是说谢谢，你发奖金了？我还给你下了几个专门学英语的 APP。哦，干脆把我也介绍到你们美奥上班得了。照这样干上2年，买房买车算什么？年薪50万算什么？我以为你会暴富，但是你真有……你打住吧！叫你慢慢姐晚上来家吃饭。好。加油！终于从场面加油大军中毫不起眼的群众，变成了现在唯一跟他互动的人。来，任务了，我接着。哇！这么厉害？你出汗了？你打篮球是因为看了《灌篮高手》吗？喜欢流川枫还是樱木花道？不是因为漫画，那是因为哪个球星？乔丹、科比。我是因为喜欢你，都不是。我是因为想让我先表白，那怎么能体现出我这些年的成长和魅力呢？因为我想长个儿。唉，他说他不来了，跟心机男生约会呢。老板来2个。哎，好嘞。哎，谢谢。谢谢。啊，在这个。
我上学的时候啊，就特别喜欢吃这个。嗯。下雨了。像一个梦遥不可及，一碰就碎了一地，假装不在意，只能远远的惦记。就那么一句我想你，放在心里受了委屈，故作不介意，抱自己在怀里，哭了又哭，笑了又笑，想要走进你的心里。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。很开心。我也是。写了又写，改了又改，到底想我也不着急上去。在哪里？谁让我偏偏那么的喜欢你？一起电话音乐吧。梦中的那个人好像说爱你，从第二张证据落在我心里，整个人变得傻里傻气，都怪你。心里的那个人长得好像你，从里到外无一不合我心意，一颗心变得无法控制我自己。感谢天，感谢地，感谢命运，让挺好听，别的不好。挺好听的，真的，真的挺好听的。我车上怎么有这样的歌曲？一起漂泊，一起流浪，岁月里全是醉人的甜蜜。这故事可蓝天可崩地可裂，我们肩并着肩，手牵着手，牵着手，牵着手，牵着手。等我高中毕业10年，如果我还单身，你还在此闺中，我就和你路飞。你到了，我先走了。我就和你路飞，错过之过，行不行啊？你就一句话，行不行？哎，如果这次曼曼姐又栽了个大跟头下来，你还会记着她？肯定会。感人。我都让他栽跟头了，还有什么可感人的？灾后重建。其实啊，他可担心你了，真的。自从听我跟他说啊，你那么拼命工作，压力那么大，直接就上来哄我，那你是干什么吃的啊？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不早说？眼睛都气红了。哎，你以后少打扰他。
你们俩给我下来！你们兄妹俩行啊！你挖坑他填土，配合的天衣无缝，就这么把我给埋了。你说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贾小美，这是我练车的时候装到车上。我问的是这里边是什么，贾小美，这里面是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喝多了又说胡话又唱歌的啊？我喝多了也就喝多了，你还给我录下来了。你录下来也就算了，你们俩干嘛把它放到我车上，让丁宇阳听到了？心机男神听到了，漂亮！对不起啊。对不起有什么用？我这一天的苦心经营全让你们俩给我毁了，就差那么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，我就……我能帮你解释吗？怎么解释？我还把 U 盘给扯下来了，你说我手怎么就那么快？我心虚什么呀？我心虚我。对呀，你心虚什么呀？你说我心虚什么呀？我第一次听到这个音频，我知道我后面说了什么，我知道后面有没有胡说八道啊？我敢让他听啊？我不要面子，我不要形象的。这都多少年的酒后胡话了啊？有20岁吗？22。不是你留他干什么呀？致青春啊？什么毕业10年的约定？毕业10年又怎么了？毕业？对不起啊。你说，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朋友喝多了出糗说胡话，这些黑历史怎么能留着？玩笑也不能这么开的。你跟小美这次恶作剧真的很过分。你们俩作为追爱小组的2员大将，半壁江山，这么扯我后腿，你心里不好受吗？啊，我真的非常生气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慌乱，拼命掩饰尴尬，伪装出来的欺负，甚至不知道是在气他，还是气自己。什么友谊啊，根本就是自欺欺人。什么嘛，能比偶像剧男好韩虐吗？走了，助攻也不带这么做的吧？偶像剧男2号的特点，可以不帅，但一定要对女主深情；可以坏，但一定要对女主深情；可以不善言辞，但一定要对女主深情。
完了，他除了骂你，什么话也没说。哎呀，这女的厉害呀，有一套。聪明人装糊涂，她知道怎么吊着你。你小子完了，你遇到这么一个聪明绝顶的女选手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哥哥，我大学的时候啊，我也喜欢我班一女生。哎呀，那时候我不像你这么能忍，我就直接打电话到她宿舍，我跟她说，我喜欢一个女生，我不知道该不该向她表白。她鼓励我，疯狂的鼓励我，说你就应该去追求啊，男人就应该大胆。她特别支持我追求自己的感情。我当时呢就傻不拉几的顺着她的话说，我喜欢的人就是你。你知道吗？这人的变脸速度有多快？他直接告诉我3个字：熄灯了。他就把电话挂了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从此以后再也不搭理我了。不管是什么走路，还是在一起上课，就当我是空气。哎呦，这就是女人。哎呀，是，我是不了解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你们2个的关系已经捅破。要不咱俩打个赌，他要是乐呵呵的接受你，你赢；他要是装傻，对你爱答不理的，我赢。敢赌吗？他爱我，他怎么可能爱我？小口温柔，在胃里融化的无忧，一块块，一口口，一点点吃透。你送我玩具，你也太走心了吧？有没有什么能保留？还有别的？无理由无条件拥有。等，干嘛？想不到你哥私底下还有这种癖好，给你带啊。你真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？当然了，我想让你放弃他。我非常害怕失去你，害怕破坏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更害怕你受到伤害的时候，我没能及时阻止。我不是什么完美无缺的朋友，我也有我自己见不得光的私心。简直就是我爱的人伤害我最深。我以为撒娇卖萌苦恼放大，这就是一条食物链。那处在食物链底端的人，有可能翻身吗？当然有了。你看过斗兽棋吧？老鼠可以吃掉大象，更何况爱情怎么不讲道理的？我都还有可能会爱上你。去讨好就能得到爱的抱抱。我艾若曼决定，等我高中毕业10年，如果我还单身，你还待字闺中，我就和你路飞，从我之过。总是会从最初渴求，鄙视你，你个斗鬼！还有谁还记得还说过不丢？你看什么看？因为我想这样做缩头乌龟啊！我也讨厌躲避，讨厌不明不白。我长这么大就没有这么怂过。你不是对婚姻没有任何期待和好感吗？现在是想怎样啊？谈个恋爱游戏人间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亲亲你都不肯耽误，你凭什么耽误我？甩着膀子闷声做大死的麻烦精，明知道我选丁宇阳，凑什么狗血三角恋的热闹？毕业10年的约定，你对他干什么？想让我履约啊？有本事你告我呀！你敢表白我杀了你！你敢不表白我也杀了你！我把你冲了，听没听到？